进前有伫个邮局来注文着5倍券的乡亲，今仔日会当开始来领咯。只要提健保卡确认着资格，就会当来领券。邮局讲，今仔日第一天差不多会发出着50万份的券。咱的乡亲，恁若也未去注文5倍券，嘛无要紧哦。咱就等到11月直接去邮局来领，安尼就会当咯。另外，国部会加码券嘛为今仔日开始连续4礼拜来抽考啊。像早起的10点半，已经来抽出着国礼券，等一个5点就会公告抽到的名单，而且发出着简讯来通知。来到邮局柜台，唔是要办一般的业务，是要来领这本5倍券。有伫网络或者是电话注文的民众，开放领券头一天都赶紧来领。想说趁早避开人群是比较方便，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不能电子支付，所以说5倍券比较灵活使用。主要是3C 商品，因为它的面额是比较大的，是1000元。这个是去年的3倍券的，这个是马政府的这张券，留一张作为纪念。连进前的金险券拢再来做纪念。看会出真期赚领券，要未领的人会使到邮政网站注文，3天后领的时间和地点，一摆上济领5份。今天预约领件的人数大概是53000多个人了啊。那我们台北邮局总共有173个邮局，168个局都可以接受预约。民众只要花20秒到30秒，等于说半分钟之内就可以领到5倍券。查证件确定资料，都会使领到5倍券。若无想要先注文，或者是要6个人以上做伙伴，嘛会使伫10月初1到明年4月30邮局临柜领券。另外，各部会加码券嘛开始抽考啊。上千的国旅券名额1000，总共240万份。下晡5点公告得奖的名单，而且会发简讯，然后会抽爱元券。明仔透早嘛公告得奖的名单，所落来各种券嘛开始抽出来。疫情有较回，想要刺激消费，就看这波金险加码券敢有效。